做主。好啊，但要拿出证据来。你说我没有证据？我断定你没有证据。就算我此刻没有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了。真是笑话。只怕是你成为笑话。等大王看到证据，自会治罪于你。你就等着报应吧。哼，你一个贱婢，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贱婢就是想尝试阻挡王后车马的滋味。你若真想与我为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你还是相妃？你在宫外与那泼皮魏甲苟且几年，早就污秽不堪。楚宫乃高贵之地，哪容得下你这卑微之躯？臣妾的确卑微至极，可卑微之躯自有卑微之躯的用处。你是在自寻死路。王后说的不错。王后慢走，臣妾不送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。跑不动也得跑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。不好，大王的异常。月儿，我们走近路。月儿呢？蓉儿呢？来不及了，大王的仪仗已经到宫外了，夫人不能再犹豫了。我知道，那就放这儿吧。你走吧。月儿，蓉儿，娘亲等不到你们了。记得要让你们的父王为娘亲做主。给魏夫人烹茶去。是。你已经抓到我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必假惺惺。魏夫人说的奇怪，我为何要杀你？说。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，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。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，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。魏夫人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，未免考虑不周。至少该有车马相随，侍从护送。你什么意思？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。送我去雍城？对。公子华是我大秦难得的人才，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。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，劝说他解散叛军，恢复秦法新政，一切就都好商量。怎么好商量？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归顺朝廷，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废称号，不夺封地，委以重用。怎么，魏夫人，你不愿意？
臣甘冒，拜见会后。干相快请起。我等苦盼干相，如盼甘霖，如今得到干相前来相助，实在不胜欢喜。夫人，您要找的逢人和绣娘来了。这燕国就是这样古怪，春日来了，花儿好像一夜都突然怒放了，生怕谁比谁差了。明日宫中春宴，我是国相夫人，更不能被那些寻常粉黛给比下去。夫人的相貌在宫中已是绝色，夫人新做的桃花绣服一定可以艳压群芳，无人可比。哼，告诉他们，那件桃花绣服做好了，再赶快为我做几件夏衣。这燕国夏日一晃而过，若没有几件花色新鲜、薄若蝉翼的夏衣上身，都不觉得曾有过夏日。知道了，夫人。这不是冯夫人吗？郑夫人见过夫人，见过夫人，白嫩细如此红光满面。你今日装扮真是漂亮啊！您这是乱讲吗？见过王夫人，郑夫人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呢。夫人这套衣裳真是华美异常啊！您真是过誉了。是啊，国相夫人，国相夫人。国相夫人，您来赴宴，今日宫里春光无限呐，您请。齐国对燕国一直是虎视眈眈，企图吞并燕国的国土。燕王决议联络诸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楚王真好看！你人刚回来，大王赐的东西就跟过来了，可见大王对你的确用心。这金钗上的珍珠这么大，多好看呀！哎，你看这个玉镯，哎，还有这个耳环。你们先把东西拿下去吧。是。我看你回来，就一直心事重重的。奎姑，别说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万不得已，是为了小冉和王后。姑姑，我要是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没做什么？没做你想的那些。我知道，眼下整个后宫都在说长道短。我坐着辇轿回来的时候，更是想，这比挂着一面帅旗还要招摇。但要是告诉你，我在大王的房中待了一夜，大王并没有临幸我，你信吗？是啊，没有人会相信。那是为什么？大王的心思很难猜到，但眼下我最担心的是王后，我怕姐姐会不会因此而多心。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长生天庇佑，我与翟里结为夫妇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
幕后从异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幕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一群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必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一群的事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地男人生下孩子吧？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怎么说他？为然后，米荣为华阳君，白起为武安君，公子迎福，志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特封为晋阳君。臣谢太后大王隆恩。免礼。虎爷，刚才看到了吗？我儿子多有出息。你怎么高兴？那是秦国的分封，跟义渠没什么干系。怎么没干系？魏冉、米荣、白起是谁？我七弟。迎福又是谁？我儿子。大王，那魏冉、米荣和白起是秦国的战将，不是咱们义渠战将啊。那又如何呀？如今我义渠已经归顺秦国了，还分什么义渠秦国的？哼！可大王你儿子姓嬴，不姓冉。你说的这话我不知道吗？大王，太后是大王的女人，那也就是咱们义渠的女人呐。可她心里装的都是大秦的江山社稷，哪里有一分一毫是咱们义渠的？够了！你还想让他？臣以为，此事并非一人所为，其中必有许多曲折，牵扯进的每个人都砸进了自己的私心和手段，才导致此事如此复杂多变，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起初的愿望。寡人本欲差你出使列国，游说列国国君，可眼前情形有变，寡人想将你的行程缓一缓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刻不容缓。大王突然主意变了，能不能给微臣一个理由呢？那中长期已经招供了，说那块和氏璧本就是你的。我的？如果和氏璧是我的，我再买它做甚？哄抬市价，图啥？筹款潜逃。楚离子，我张仪心智不全啊！我要潜逃，我带块玉走，比带2大箱的金子走要容易得多啊！寡人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，但既然此案牵扯到张子，就请张子在家中多留几日吧。自古谗言离间皆因君生疑心，臣有嫌隙趁虚而入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
既是如此，我张毅无可辩白，微臣告辞了。长子，既然如此，寡人就不得不派人去你府上，免得生变。